元老身体好，难事对人咯，嘿嘿，出门就运通了。阿哥，阿哥，唔要跳咗鴨呢夫。哎呦，唔當足傷呢，一世人作結大傷誒，兩世人作爭嘟嘟好啊，哼哼。木姐，夫人嚟啦！耶！假先生就像传染病恐慌，提出来就大家同我均衡面对，咱们对社会当中切来切去。阿哥，唔講你路跑？嘿嘿嘿，當強好，嘿嘿，我來報貴家人5公里路跑，吹泡沫。阿爸，半年來當一走，還走唔拉嘿，我走唔是家走哦，莫牽拖挨掉哦。哎呦，唔看人嘅都市啊，都爺爺，哎呀，見走見後生，嘿嘿，走都是佢家嘅咧。再講用嘅腳，唔走會讓阿神嘿。馬該呀，唔能讓他吃了給讓我比哦。哎呦，唔服，給出來比啊！西田草叢聽鼠養啦，比就比，講馬該呀。做馬該係愛走啊！阿神先生開起來一槍可以哦，哎，當明顯啲嘅條男哈。我上進去啦，存到一天嘞，來誒，他真知道誒，係輸誒，我出名也罷了。我閃啦，做得咯，我願意牙講，阿哥，多謝你哦。我竟然走輸阿哥，做唔得，我做唔得輸。我係廣大疲累感，音樂之神想本我神奇嘅力量。耶嘿，阿神養嘞，嘿嘿嘿，我就講咩，哈哈哈哈，一段子喏，係我來誒。對啦，唔用下公文用嘅喏。係講是怪咧，我看第3天。明明就這唔樣咧啊，用好點點嘅就這樣夾喏。哦，也同人的運動嘅時節對音樂嘅反應有關。音樂？人的非最大運動下談音樂嘅時節，音樂做得熟悉運動時節嘅注意力範圍，就唔會按注意生理學嘅疲勞，降低疲累感。我就係因為談係好聽嘅音樂。轉移注意力，親密怎麼樣？你有吃到腳脯真唔強啊！哼，阿成，唔亂講啊！唔講馬街，就運動嘅時節，彈起個專業嘅音樂就唔會開。
结果我一走，腳蹼一爛。誒，阿哥，唔都談乜嘅呢？阿哥，唔拖嘅鹽屋咩同貼片呢？哼，我從細就彈小條太嘢，唔彈嘅幾條，我彈唔識啦。阿公，什麼錢啊？除咗彈好彈嘅鹽樂，還會背鹽樂屬土同樣係腳蹼同譜啊？誒，乜嘅同譜啊？你一點。阿公唔注意哦，你一條那勁啱咧。誒，係奇怪哦。冇聽筒真艱苦哦。誒，真勁呢。Show me all your love。因為一攞人體嘅前庭內筒有關，人類嘅前庭內筒做在感受到加速度，比如講做運動嘅時節，強能到體內嘅衝擊感，另外佢咪做在接受大片嘅向上。強大嘅大片上，每本前庭內筒嘅球衝能地位一種按照二色整體嘅構造陣痛，產生前庭觸擊。規律嘅觸擊做在帶通頭腦嘅力通。原來係安尼啊！嘿嘿嘿，誒，唔過條那安尼勁啱，老人嘅譜有乜嘅關係啊？嘅譜啊！眼鏡同鹽樂建造運動嘅時節，鹽樂衝破嘅大片上，會經過前庭內筒傳到大腦。無聽錯大腦被鹽樂衝破嘅大片上練到嘅，腦道係強能到體內嘅觸覺落感覺嘅回饋，將其腦頭內嘅力通合向下。可以練到，係對做運動有聽數哦。一條規律嘅感覺，做對投資刺痛化嘅做運動，係講鹽樂大片上夾喺到人嘅腳步，就做對幫助動作保持規律。按個行家唔是多想嘅，運動作較自然較強壯，提升運動嘅表現。衝啊！看起來，我終於嘅下架小跳，我老牙嘅腳蹼夾喺到，真做得咯。改變鹽樂速度，國家太鼓就好誒，係讓你調整 BPM。BPM 就係 beats per minute， 意思係每一分鐘有幾多跑。60 BPM 係一分鐘有60跑，120 BPM 係一分鐘有120跑。數目是越大，鹽樂速度就越強哦。哦，我來改一下小跳。哦，愛強哦。唉，我神太了，已曉得咯。冇啦冇啦。耶嘿！耶耶耶耶耶嘞！耶耶耶耶耶！哈！哇呵！阿公，加油加油！哎呦，當真無輸後生人呢！